你啊，小声一点啊，干嘛、2486一个。北七哦。你2486啦。是不是关掉？我就报警，你的电视上。那会我下去敲门去。很久没有牙了啦。很久没有牙了啦哈。260。按钮的全部锁掉。按钮的可以出去了啦，不欢迎啦。哦，没什么好看的啦。哦，要听歌回家听啦。来，各位，人数都一直掉上不去怎么办？啊，各位朋友，可以讲一下经过的事情吗？人数太少了，哦，人数太少了，不想讲，可不可以？好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哦，可以出去了，哦。啊，都不要分享没关系，啊，都不要分享没关系啦。哦，那个龙什么的，谢谢你呀，哈，谢谢你。哎，黎墨你好，啊，陈黎墨好久不见。
上不去怎么办？你们要不分享？龙大，谢谢啦，吼，龙大，谢谢你。我的台啦，我说真的啦，我没有在买人数的啦。要卖东西了吗？没有卖东西啊，我有事情要宣布了。哎呀，先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有听我的刷666，有听我的666刷起来好不好？哎，陈一墨，你在哪里？